微笑讲客语，迷你搜共好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收看微笑讲客语，秘密搜共好吧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个很可爱的童谣哦。这个童谣呢，捏公公，月光光，后中囧，好中江。每一句呢都有押韵呢，充分表现出客家文化的一面哦。在童谣当中提到说，后中囧就是要来种姜，中种就是竹子。种瓜就是种瓜类，也充分的道出客家人呢克勤克俭的精神哦。好，我们先来介绍姜好了。像姜，我们一般分为说老姜，老姜呢在客家话的说法叫做囧马，囧马。这可是客家妇女在厨房必备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像我们家随时随地就摆一大堆的囧马在那里做饭炒菜，非常有用。那还有一种呢叫做嫩囧。嫩囧，什么是嫩？嫩就是很嫩的意思，嫩懂嫩哦，很嫩哦。嫩囧就是嫩姜，还有一种呢是切成丝的那种，叫做囧席。囧席不是跟你说恭喜恭喜哦，是姜丝的意思。在客家菜里面啊，我徐薇啊最喜欢吃的就是一种叫做姜丝炒大肠，大家一定听过，或许也很喜欢吃呢。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姜丝炒竹虫，来轻中一色姜丝炒竹虫。我最喜欢吃姜丝炒大肠了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喜欢吃呢？你係咪同埋共用中醫識呢？共用就是一樣，中醫就是中意这两个字，就是喜欢的意思哦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次咯。囧马就是老的姜，嫩姜叫做嫩囧，嫩懂嫩很嫩。然后呢，姜丝叫做囧席。囧席，这样会了吗？然后不要忘了，姜丝炒大肠叫做囧席炒竹虫。囧席炒竹虫，我们学一句话，我最喜欢吃姜丝炒大肠了。来，听好食囧席炒竹虫。别忘了下次到客家庄点菜的时候，跟老板来一盘囧席炒竹虫哦。我是徐薇，下回再聊喽，安之 say 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